大家好，其實咧茶同我哋人類一樣，都係有父母嘅喎。我哋稱為水為茶之母，咁茶嘅爸爸又係邊個呢？水為茶之母，氣為茶之父。沖一杯茶，除咗要水之外，更加需要茶具啦。好早以前，中國古代嘅人就將水比喻為茶嘅母親，所以水為茶之母。佢哋認為茶因為水而發，原本沉睡嘅乾茶，只要遇到水，先至可以甦醒、綻放活力。唔單止係咁啊，好茶尚需好水沖，水質嘅好壞直接影響緊茶嘅色香味。所謂一方水土一方茶，傳統古人都話龍井就要配返虎豹泉水，蒙頂茶就配返洋子江心水。講緊就係一方水土一方茶嘅道理啦。有陣時我都會聽到一啲茶嘅朋友會講，去旅行嘅時候人哋沖杯茶俾我哋飲，返到香港點沖都沖唔返當時嘅味道。因為當地人用返佢哋嘅水沖返佢哋製作嘅茶葉，確實係絕配啦。所謂水為茶之母，水就會影響茶葉嘅色香味品質。為咗獲得泡茶用嘅好水，古人就費盡心思攞初雪之水、朝露之水、清風細雨之中嘅無根水，亦都會有古人會將梅花花瓣上嘅積雪放喺罐入邊，埋喺地下，等來年嘅新茶嘅時候用嚟泡茶用。明代張元就喺茶錄裏邊講到：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體，非真水莫顯其神，非精茶何窺其體。張元呢個人將泡茶用嘅水作為學問去研究，記錄喺佢嘅書入邊，可以見到精茶溶於真水，呢個先至係最高嘅享受，亦都係最美嘅境界。我亦都見到一啲好中意飲茶嘅香港嘅朋友，會去到山上攞個桶去接一啲泉水，用嚟泡茶嘅。由於現代嘅環境啦，有機會水質嘅污染，導致我哋攞咗一啲泉水都唔能夠確定佢本身嘅安全性，或者有冇啲不良嘅細菌影響我哋身體健康嘅。所以建議大家最安全都可以用返自來水，過濾咗氯氣以及沙泥碎石，用嚟沖茶已經非常之好啦。所以我形容香港係一個飲茶好幸福嘅地方，因為水質都好適宜沖泡唔同嘅茶類。氣為茶之父啦，沖茶必不可少就係適當嘅泡茶工具，所以器具就係茶嘅爸爸啦。茶具唔單止係用嚟泡茶以及品茶嘅工具，亦都係整個茶席品茗之中非常關鍵嘅部分。質地精良、造型雅致、富含文化意蘊嘅茶具，對於襯托茶湯之美、增強茶嘅香氣以及滋味、提升品茗嘅美感以及情趣，都係非常重要嘅作用。中國自古以嚟喺唔同嘅時代都有唔同嘅飲茶以及泡茶嘅工具，源於茶文化嘅演變，或者喺製茶工藝上嘅發展，導致我哋利用唔同嘅工具去沖茶品茗嘅。唐代嘅時候，主要利用青瓷襯托翻茶湯嘅顏色。去到宋朝啦，當時就流行將茶湯發成泡沫去飲用嘅，就好似流傳到今日日本嘅抹茶道一樣。因為當時日本人就參考咗我哋宋朝嘅沖茶方法，帶到去日本，保留到今時今日。咁所以宋朝嘅時候佢哋就流行用一種叫建盞，亦都稱為兔毫碗。呢一個茶具因為個碗裏邊有好多一條一條好似細毫毛咁樣，好似兔仔嘅毛，所以稱為兔毫碗啦。而呢一啲茶盞
主要係深色為主，襯托翻呢發源出嚟白色嘅茶湯，故此呢茶湯同埋茶具就有互相輝映嘅功效。至於去到元朝啦，由於當時戰亂比較多，所以呢當時亦都流行飲用散茶，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嘅茶葉散收收嘅，亦都唔需要磨粉，亦都唔需要煮茶啦。咁當時由於戰亂啦，佢哋飲用散茶就會利用翻一啲大壺去沖泡啦，所以元朝嘅時候就流行咗青花瓷，你會見到茶具都係比較大隻嘅。咁去到明朝啦，明朝朱元璋上任，朱元璋係一個平民皇帝，就呼籲大家飲茶唔好咁勞民傷財啦，亦都推行翻飲用散茶嘅習慣。當時更加流行咗紫砂壺，紫砂壺係嚟自江蘇宜興呢個地方。紫砂壺具有疏孔嘅特性，所以佢裏邊既透氣，但係又保溫。當時啲人就會好中意用紫砂壺嚟到沖泡中國嘅綠茶，因為江蘇宜興主要當時都係出產綠茶啦。咁當時佢哋發現用紫砂壺沖泡綠茶可以減低咗綠茶嘅苦味。當時我相信古人亦都冇咁講究要用降溫嘅水去沖綠茶，所以直接攞熱水沖綠茶浸得太耐就會苦。所以當佢哋流行咗紫砂壺，一定係有原因啦。去到清朝嘅時候蓋碗就正式流行使用啦。蓋碗具有哲學嘅思想喺入邊嘅，包括蓋碗嘅蓋代表天，蓋碗嘅托碟係地，中間碗呢部分就係人，所以蓋碗又稱為天地人三才合一，具有呢一個哲學思想嘅。三才合一不可分離，先至能夠成為泡茶嘅工具。當時候清朝，你留意到一啲古裝劇，佢哋直接都會攞蓋碗嚟到飲茶嘅。佢哋就會將蓋碗嘅蓋就隔開裏邊嘅茶葉，就直接咁樣利用蓋碗去飲用茶品。直到去到現代茶席，我哋就會發現咗好多新嘅工具，包括好似呢一個公道杯。公道杯就係攞嚟分茶嘅器具。因為傳統每人都要攞一隻蓋碗去飲茶，又唔可以分享喎。咁所以我哋會利用蓋碗泡完嘅茶，直接倒落公道杯入邊，之後利用公道杯分茶去每一個小茶杯裏邊，同大家一齊分享品茗嘅樂趣。所以公道杯亦都係現代出現嘅茶具。同時間我哋平時沖茶亦都可以見到一啲小配件啦，包括就係茶夾啦，以及撥茶嘅茶則啦，呢一啲都係現代泡茶精緻茶席嘅器具。所以器為茶之父，茶具亦都喺唔同嘅時代不停咁樣演變之中，亦都代表住我哋每一代嘅人對飲茶精緻生活嘅進步以及了解，從中利用我哋嘅智慧去將飲茶呢件事變得更加雅致、更加豐富。另外我哋亦都可以留意到喺茶席上有一啲玻璃材質嘅器具。公道杯用玻璃材質去製作，就可以方便我哋欣賞茶湯嘅顏色。同時間有時沖泡綠茶會利用到一個高身嘅玻璃杯沖泡綠茶啦，亦都可以俾我哋沖泡綠茶嘅時候欣賞茶葉喺杯裏邊嘅舞動。由於玻璃比較容易散熱，攞嚟沖泡比較幼嫩嘅綠茶亦都非常之合適嘅。如果你去到日本都會見到佢哋經常使用鐵壺嚟到煮水嘅。由於鐵壺具有鐵質嘅成分，喺煮水嘅時候而產生嘅二價鐵都會令到水質變得柔軟，具有傳水嘅效應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地方每個民族都會基於佢哋對茶嘅需求以及對茶品滋味嘅進步而衍生出更多種唔同類型嘅茶具。我相信未來茶具亦都會繼續變得多姿多彩、美輪美奐。